其实差不多民国98年的时间，有朋友很爱做一只纪录片，主题曲，因为其实该时间我某嘛袂讲哈，其实详细袂讲，袂读，唔会讲，所以很爱落去编修的时间，我就是哦，我用个啥呢？就唔会讲哈啦，用反应来写啦客家歌曲，后来是因为爱咩？让我强下看那纪录片，是有到感觉，是让我填修，去写词，爱写曲，是安样子来创作提调，客家创作安样子。后来是慢慢的去比赛，然后有本合委会有看到，上有可以去阿曼多的表演上，我咪祈祷说，你会路未做得很快的，因为你从细。其实我从细唔敢了解我一家的家谱讲尾，因为我家谱全部是讲客尾，我是我会谈不过，我讲不出来，我是就是在逃避它，所以我两下我知道，做得了我家谱讲尾是到动奋起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想会让我一家的母语养尊来养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崇伟，我的母语台湾的歌流行音乐会。12月29号，在高雄美丽岛捷运站，共下来弹歌曲哦。我是郑崇伟，总有 Go！